弟兄姊妹平安。咁我哋今日咧繼續會有認識天麻嘅一個短片嘅課程。咁今日我哋要講嘅主題咧係聖公會嘅架構，或者係叫做普世聖公宗嘅架構。嗱，普世聖公宗咧指嘅就係我哋成個聖公會全世界嘅一個名稱。咁全世界咧，我哋聖公會大概係由46個教省組成啊。咁聖公宗咧，我哋可以由呢4個層次嚟到去理解佢嘅結構。嗱，普世聖公宗指嘅咧係全世界嘅聖公會啊，都係屬於呢個一個大嘅家族裏邊。咁每一個地區咧會有教省。全世界咧大概有46個教省，橫跨165個國家嚟到去組成。咁所以咧就未必係一個國家一個教省嘅，有啲係跨國家嘅。咁全世界咧，我哋大概有8500萬到9000萬嘅信徒，係一個屬靈嘅大家庭。咁教省裏邊咧係會有教區，因為一個教省咧係最少要有3到4個教區先至可以組成一個教省。咁教區裏邊咧就有唔同嘅教會啦。咁我哋天麻咧就係其中一個牧區天麻 Parish 就係教區裏邊嘅其中一個牧區。咁我再慢慢嚟講一講下，講聖公宗。嗱，聖公宗啱啱講到啦，有46個教省組成，但係佢唔一定係由國家，有啲係由國家，有啲係由地區嚟到去組成嘅。咁呢個聖公宗裏邊咧，佢並不是一個權力機構即係由上而下嘅管理，佢係透過4個一個接觸點令到全世界嘅教省咧能夠連結喺一齊。咁第一個連結點咧就係Canterbury 英國嘅 Canterbury 大主教肯特伯里嘅大主教咧，佢係聖公會嘅象徵性嘅領袖。佢冇管理權，但係傳統落嚟咧，佢就係一個我哋嘅象徵嘅大主教。咁喺呢個大主教之外咧，另外有一個叫做蘭柏會議 Lambeth。咁呢個蘭柏會議咧係每10年先至開一次。咁每10年咧會招聚全世界嘅主教一齊嚟到聚會。咁聚會嘅時候咧就會傾一啲唔同嘅主題，或者一啲唔同嘅焦點，或者呢個世界所面對嘅一個難題，或者教會裏邊嗰個處境可能有好多嘅挑戰。咁喺嗰度嚟到去互相嘅討論分享。但係咧佢因為並唔係一個管理機構，佢只係一個交流嘅平台只係將唔同地區嘅聖公會嘅領袖咧、主教咧能夠連結喺一齊嘅啫。咁另外咧就係教省啦，每一個教省咧都有一個叫做省長。咁呢個省長咧就係由呢個省裏邊嘅各個教區嘅主教去選出嚟咁其中一個主教咧就會成為省長，咁代表呢個教省去出席蘭柏會議或者係省長會議啦。咁呢個教省裏邊咧做乜嘢嘅咧？佢哋咧會制定一啲嘅神學教義啦，或者一啲法規一啲嘅條例，建議俾教省裏邊各個教區。但係咧就唔係個個教區都一定要接受教省層面所決定嘅一啲嘅神學議題或者係條例嘅，教區先至係最終嘅獨立嘅權力機構，即係話教區自己可以去決定要唔要接受教省所提出嚟嘅建議。咁喺教區教省會議之外咧，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協商委員會啦。咁呢個就係每3年一次嘅，就係如果聖公會裏邊所面對一啲好重大嘅議題好挑戰性嘅難題嘅時候咧，咁會喺一個協商會議裏邊嚟到去定期舉行、定期討論。但係同樣嘅
佢都係一個討論嘅場所，一個溝通嘅場所，而唔係一個權力嘅機構，係俾出一啲嘅建議俾全世界嘅聖公會嚟到去思考。但係嗰個決定權咧，就係喺每一個教省裏邊嘅教區嘅層面可以去決定。咁聖公宗嘅總部喺邊度咧？總部咧就係建喺倫敦啦。咁教省裏邊去決定聖公宗俾嘅所有嘅建議。咁我哋再嚟到去教省裏邊咧我哋以澳洲嚟到去為例啦。澳洲咧就以國家嚟到去區分呢個教省嘅，成個澳洲就係一個教省，但係咧就由23個教區嚟到去組成。咁呢23個教區咧就有大有細。咁個大細咧唔係佢個地區嘅大細，係因為佢個教會嘅多少。而呢個教省裏邊嘅省長咧就由呢度其中一位嘅主教嚟到去被選出嚟啦，6年1任嚟到去主持呢啲嘅教省嘅會議。咁啱啱亦都講過啦，教省裏邊咧我哋嘅澳洲教省佢哋會定咗一啲嘅法規，咁個個教區會去討論，然後決定接唔接受呢個法規或者係條例。而教區裏邊嘅主教或者係大主教咧，佢先至係擁有權力嘅一個屬靈領袖。而每一個教區咧都有自己獨特嘅運作方式嘅，個個教區都唔同嘅。咁所以咧，我哋只可以以墨爾本教區嚟到去為例嚇。墨爾本教區我哋嘅管理架構係點咧？我哋除咗有大主教啦，另外咧，我哋亦都會有一個叫做教區議會，就係每一年開一次會。呢個教區議會咧就由所有嘅牧師同埋平信徒嘅領袖選出嚟嘅領袖一齊去參與，咁去決定教會裏邊最重要嘅一啲嘅議題或者一啲嘅法規，咁就由呢個教區議會嚟到去決定㗎啦。咁佢嘅模式咧就其實同政府嘅模式好似㗎，就係好似聯邦嘅議會一樣，就係個任期就係3年。咁佢哋咧去到嗰度就將一啲法例法規攞出嚟討論並且係通過。咁但係咧議會就係每年先至舉行一次，而且係決定一啲嘅重大嘅議案法規。咁平日嘅運作由邊啲人去決定咧？就由大主教同埋大主教嘅議會，即係由17個人都係選出嚟嘅，由牧師同埋平信徒裏邊去選出嚟，6個牧師同埋6個非神職人員嚟到去選出嚟。另外加上大主教同埋佢又可以任命多幾個佢認為係對呢個管理機構有幫助嘅人進入去作一個決定。咁其實我哋嘅教區咧，除咗係教會，我哋有200幾間教會之外咧，仲有好多嘅機構㗎。譬如我哋有宣教機構我哋有好多嘅學校啦，我哋有自己嘅報紙啦，我哋有醫院嘅院牧有軍隊嘅軍牧亦都有監獄事工等等等等所以成個教區裏邊咧，其實係一個好龐大嘅一個組織嚟嘅。跟住咧，我再講下成個聖公會或者我哋叫做全球聖公宗我哋嘅信仰基礎喺邊度咧？因為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地區、唔同嘅傳統，但係我哋有啲有共同嘅嘢係要互相去認同嘅。咁我哋嗰個信仰基礎咧就最重要嘅有3點第一點係聖經。聖公宗我哋認為聖經係上帝所默示，俾人足夠得救知識嘅，係我哋信仰裏邊最終嘅原則同最高嘅標準。而除咗聖經之外咧，仲有2樣嘢，一個咧就係傳統啦。嗰個傳統所指嘅咧，唔係我哋一路做開嘅嘢，而係講緊喺成個教會歷史裏邊所發展出嚟嗰個教義。特別係使徒信經同尼西亞信經仲有一啲嘅譬如聖公會佢喺16世紀改革嘅時候所產生嘅公禱書啦，同埋39條嘅宗教條款。咁呢啲嘅所有嘅傳統所得出嚟嘅教義咧，都係聖公會所承認同尊重嘅。咁仲有一點啦，就係
理性。聖公會認為人自己係有理性，理性係上帝所賜俾我哋嘅一個恩典嚟嘅，而人類自己係可以有能力去思考我哋嘅信仰，並且為着我哋彼此或者係每一代甚至係下一代去定義或者去解釋信仰同埋聖經嘅內容。嗱，呢個係一個好必要嘅部分。咁所以咧喺聖公會嘅信仰根基裏邊咧，我哋會稱呢三樣嘢咧稱為三腳凳。三腳凳嘅意思就係呢三個原則咧，你少咗一個都會冧嘅，就會跌落嚟嘅，因為只有三隻腳，兩隻腳係唔得嘅。咁但係呢三隻腳嘅比例係唔同嘅，即係話三隻腳裏邊最重要嘅係聖經，因為聖經係承載着神俾我哋嘅啟示。但係你淨係有聖經冇另外嗰兩隻腳係唔得嘅，就係傳統裏邊所沉澱落嚟嘅一啲嘅討論同原則。另外就係人今日我哋每個人嘅理性去理解佢，甚至為以後嘅人去解釋佢。只有呢三樣嘢合埋一齊，嗰個信仰先至會堅固堅定。而呢三隻腳咧缺一不可。但係聖經係一個最終最高嘅標準。咁另外咧，亦都有人會問啦，咁我哋點樣先至可以成為聖公會嘅會友咧？有冇條件嘅咧？咁個條件咧好簡單，有4個條件。第一個就係你會唔會承認聖經係我哋信仰嘅最高嘅規則同埋最終嘅標準呢？如果你承認聖經係最終嘅標準，咁就可以啦。第二點呢，就係喺傳統裏邊，你承唔承認使徒信經同尼西亞信經係我哋基督教信仰嘅一個充分嘅聲明，或者係其實係我哋嘅一個界線，我哋唔會超出使徒信經同尼西亞信經嘅一個標準。第三樣嘢就係我哋承認兩個聖禮，就係洗禮同聖餐，呢兩樣嘢你同唔同意啊？第四個最後一個就係我哋接受承認喺歷史上面所發展落嚟嘅一個主教嘅制度，作為管理教會嘅一個方法。如果你接受呢4樣嘢嘅話，你就可以成為聖公會嘅會友啦。最後咧，我介紹一個聖公會嘅標記俾大家嚇。呢個咧我哋就叫做玫瑰十架。玫瑰十架咧，我哋要睇到中間嗰個咧係一個十字架，而每一個方向所出去嘅一個尖尖咧，其實係代表住聖公會。我哋喺全球係有好多唔同嘅民族、唔同嘅語言，甚至有唔同嘅神學重點。但係呢個聖公會係將所有嘅人都帶向嗰個中心，代表着呢個宗派係以基督耶穌為最核心嘅標誌，而呢個宗派係希望將唔同嘅人都能夠有合一嘅一個心態嚟到耶穌嘅面前。所以咧呢個就係一個聖公會嘅標記啦。咁最後咧，我就俾2個討論嘅問題俾大家嚇。第一個問題咧就係聖公會，我哋啱啱講到啦，我哋嘅信仰基礎咧強調3樣嘢：聖經、傳統同理性。咁呢3樣嘢對於你嚟講，去幫助你去理解基督教嘅真理，或者去處理你所面對當代嘅議題或者信仰嘅問題嘅時候，有冇啲乜嘢嘅啟發，或者對你嚟講有冇一啲嘅挑戰呢？第二個問題就係我哋作為天麻教會嘅會友，作為一個嘅聖公會嘅基督徒，你認為我哋喺呢個聖公中一個大家庭裏邊，
我哋點樣可以發揮一啲我哋本地教會喺全世界嘅信仰群體，特別係喺呢個聖公會呢個宗派當中嘅群體，我哋可以發揮啲乜嘢嘅影響力，或者係承擔啲乜嘢嘅責任呢？嗱，我哋可以一齊嚟到討論下。好，今日嘅主題就講到呢度。